机会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请问黄盼盼在吗？你是？我是阿明，我上次有来过。你想干嘛？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可不可以出来一下，我们谈一下？不用了吧，再谈也一样啊。我都来了，至少见一下面吧，一下子就好。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分手。已经太迟了。哪有什么来不及的啊？我把话说回来可以了吧？这不是说不说话的问题啊！为什么啊？我们不是只是吵架吗？有必要弄成这个样子吗？我那天，我看到那女生从你家出来，我记得她。是他主动找我的，不是我。是谁主动已经不是重点了，不是吗？你对我凶，你没耐心，不理我家人，我都已经忍受了。但我不能忍受你对我的爱不穿衣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所以，杨景，我们结束吧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就好，盼盼。放开我，你不要这样。盼盼，就再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已经给你很多次机会，你放手。最后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求你！放开我！你在干嘛？盼盼，过来！快进去！你赶快离开，不然我报警！爬山爬得好累哦。哎，这边有椅子，我们坐着休息吧。好啊。这里风景好漂亮哦。蛮美的。你不觉得好像有点冷吗？对啊。我终于找到
替死鬼了！卡！你那个身上啊，怎么都没有水啊？如果你是那个从井出来的女鬼，身上应该都是水啊。啊，我们待会把水泼在你身上，我们再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那个水有没有准备？弄一下好不好？来。所以待会我们正式5、4、3、2的时候，他就把水倒下去，然后你从井再出来一次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来录影了，来，5、4、3就倒水啊，来5。对不起哦。好，可以水不了，哎，走开啊，走开。好了，女鬼也可以下去了，来，下去来。好了啊，开始了啊，那个女鬼下去了啊。好，来，快5、4、3、2，来，那轨道往后退啊，轨道往后退，来，路上5、4、3、2。好累哦，这里有椅子，我们坐着休息吧。好啊。哎，这里风景好漂亮哦，拍一下。你不觉得好像有点冷吗？真的，我终于找到替死鬼了。好，卡。哎，不错哎，演得很好哎，很敬业哎。谢谢导演。待会拿个毛巾给你哈，就不会冷啊。之后常发他来好不好？发他来啊。我跟你讲，上次有一个演尸体的，超不专业的那个，躺在那边一直呼吸，我以后不会再发他了，我多发你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加油啊，来。哈？他就这样突然冲去，哦，你爸不就气死了？对啊，我爸气到他都换我手机号码了。手机给我，我帮你输入新的。哦，好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不知道。你该不会还要再跟他复合吧？不会啦，不会。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哦，有一次他电脑没关，然后我就看到他跟其他女生的对话，超暧昧的。吼，你还真能忍哎！啊，算了啦，都过去了。你男友，不是，你前男友也太低级了吧？大叔哥，你怎么会来？嗨，反正我也没事嘛，而且这里顺路啊。顺路？哪有顺路？这是我学校哎。啊，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待会儿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真的很顺路了，就在。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好，拜拜。去哪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，很快的，走吧。以前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跑来这边，用力挥棒，用力击球，一直打，看球飞得又高又远，我心情就会变得好过多了。可是我哪打得到？你可以的，多试几次，你一定打得到的。相信我，来，来。那你不能笑我。我不会笑你，你这样真的很可爱。来，站这边，握上面一点。看前面那个机器，球待会我这样送一声过来，然后你就送，发泄你的情绪来。准备啊，1、2、3。加油，再接再厉，你可以的。
来，用力！哇！恭喜1号选手盼盼挥出一支漂亮的失恋全垒打，现场观众们掌声鼓励！好好玩哦！你笑了，来加油，再来吧。喂，天哪，真的变成鬼了！快挂了，要不要先去看个医生啊？没关系啊，医生开的药都一样，家里还有啦。哎，你不要乱吃药啦！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插播，等一下。好，拜拜。拜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是一琪吗？我是。哦，你好，我这里是彭导这边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电影的角色，导演觉得你很不错，你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喂，你少骗我啦！小 A 你演的很烂呢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里真的是彭导这边，我是 Vivian， 请问一下是一琪吗？我是一起的助理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比较临时一点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一琪明天可以来试个镜吗？我可能要对一下他的通告表，时间是几点啊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志仲，今天真的要谢谢你。来，看看。贝安没有来。贝安呢？贝安好像也是没办法来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我跟你介绍，这是我的侄女，叫思思，她挺喜欢设计的，以后就帮你多提拔喽。当然。嗨，今天看你本人，觉得你好帅哦。谢谢。对啊，我很多设计的想法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当然。那我可以跟你交换电话吗？好，但我先打个电话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打。好，你接吧。以后志仲是一个青年才俊，以后多跟着他学习。看。喂，你怎么没有来？我有点事赶不过去。你没来庆功宴太可惜了。我现在还有点忙，晚点再回你电话好了。好，你先忙。你还差多少？137万。那可以，你就把钱放在这边1个礼拜，一定可以涨到你想要的金额。确定可以？我确定，你相信我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。